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综艺群阿群妹。好，阿群妹一下考大家一张问题哦，大家对呀，做嘅会发出声音嘅乐器，做出来嘅乐器，大家有想到嘛？嘅冇？大家可能會想到講，客家電視台有日頭下日講講啊，有打竹夾賣嘴花有冇？嘅竹夾打竹板啊，做得用竹嘅來發出聲音。嘅阿群妹我當接看電視劇啊，我就會想到嘅《羋月傳》啊，有嘅用竹嘅作為那個牌底，有沒有？做得來吹。今日節目當中吼，就來同大家來小記一竹嘅做嘅樂器啊，唔單槍，做得來單奏一個一個來做演出，聽聽咯。其實佢做得組成一隻太嘅樂台。先来看一段精彩的影片。觀眾朋友，大家相信無啊？家下看到嘅演出啦，所有嘅樂器全部就係竹嘅做嘅哦。上來後一竹嘅做嘅樂器，應用嘅來成為一張樂團咯。然就來細細嘅分享今日節目底度有請到嘅來賓，先來分享台灣竹樂團嘅我們的執行長，歡迎劉玉玲劉老師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劉玉玲。當反而見比來到福起來嘅。哦，係董事強嘅鄉親哦，分享文的劉老師。接下來咩採用係台灣竹樂團嘅團長，分享羅振寰羅老師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羅振寰，很高興來到客家電視台福起來了，謝謝。好，分享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哦。現在要先來問一下團長，就我所知，剛剛看到嘅樣片底度，所有的樂器都是竹子做的，對對對，包含像我們一般所認知的那個卡honk，卡honk它其實它就叫木箱鼓啊，木箱鼓，對，木箱鼓你也是竹子做的，你是當我是笨蛋嗎？我們的確是竹子做的竹箱鼓，真的哦，對，所以你們把卡honk也變成這個用竹子做的樂器，對，我們用那種竹板，它那種竹板它是經過800度高溫高壓才能做成這種竹板，一直疊在一起，然後壓成板子，對，因為再把它裁起來。就我所知，其實卡honk它的聲音，它是可以營造出有大鼓、有小鼓的那種音效，把它換成竹嘅歌，後面用一樣可以發出這樣子的聲音嗎？也可以，對，哇，好酷哦！
哦，所以刚刚那个演出是什么时候的演出的影片？是2014年9月的时候，我们在国家演奏厅的时候演出。哇，其实吼，我相信唔但像是我相信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听从某看过的这个大型的演艺场所，听到这样子竹子演奏的音乐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少见的。刚刚演奏的音乐，我觉得它有种很开心的感觉。它是怎么样的一首歌？它是叫做《沙巴之歌》哈。那其实因为我们台湾竹乐团经常有到一些国际演出，那当初我们就到了马来西亚的沙巴，对，然后参加竹乐节，那因此我们就改编了当地的这个歌曲。好，那它真的是非常适合竹乐器去表现，而且我们还有互动，比如说每个人拿着竹管在那边，相应的对呼应这样，对。哦，故事就有大家用它同乐一起互动的这种感觉。对对对。那今天其实也带了一些乐器到现场，刚刚有说去了马来西亚这个演出那个沙巴之歌嘛。那其实像这里亚张欧希啊，我相信可能观众朋友有去越南去旅游的时候，其实这个东西大家常常看到。对对对。但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叫做小竹琴，当地是叫德朗琴。德朗琴。好，那他们真正在演奏是跟人一样高，那么高的。好，那也是看起来像吊床这样。哦，对。对。吊床我就非常有印象。对对对。那这么小型的，在当地只是当做纪念品礼物而已。所以其实是可以演奏的吗？当地他们其实没有拿来演奏，因为他们当地调的音。还有它的那个声音也比较小声，那后来我们在台湾这边就把它做改良，用这个熊猫最喜欢吃的箭竹来做这个键盘，对，然后它声音敲起来就非常的清脆。我可以试敲看看吗？可以。很清脆的声音是不是？而且它是音阶是很清楚的，所以在当地可能纪念品的部分就没有办法做的它的声音，声音会比较小声，对，然后样子是比较传统。我们其实这个底座也都改良过，对，所以把它改良到除了这个样式之外，它也可以这么小型，按 C 腿就做得了，敲出的东后堂给嗓音，就是一个超级乐器的感觉。对，那身旁这个据我所知应该是中阮这个乐器，对，中阮这个乐器。你不要跟我说这个上面也是竹子做的哦，因为我看到有做给个演书哦，上来做给黑丁那一片呐。在这里哦，我可以拿起来吗？可以，就是这个侧板，这个整块都是竹子，现在的竹工艺已经发展到非常厉害了。除了这正面跟背面这2块还是保留原来的木头以外，其他的全部都是包含这个整子，都是竹子。样啊，很真实，还完全没看过的模像都要做得都按的，可以把它这样很密集的拼在一起，而且还可以做一个圆形对圆的形呢，所以这很特别。对，不过我就想要来问一下罗老师，你今天带2只大汤匙是要来福希来吃饭黑吗？对，这个真的很像要喝汤的。今天就是要来大家一起聚一个餐，有没有？快要年底了。对，其实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汤匙我们其实是当做乐器。当做节奏乐器来用的，对。这我家就有啊。一般家里面的竹汤匙其实也都可以敲。对，你回家，你今天看了我敲，你回家就可以试试看的。真的假的？那我们可以请罗老师示范一下，到底在煮饭的时候怎么编织出美好的旋律。好的 ，OK。出了那个嗓音，真的很像那种响板的声音，非常的清脆，而且啊，佮啲个敲起家个树啊，还个敲起家个身体啊，也迄讲用按你怪啦，有冇？就都在发出嗓音，而且我觉得应该还有一个效果，叫做可以帮忙驱除肩颈的酸痛。对，自己吹动。对，我说天时机条前的观众朋友，可能吼，爸爸妈妈平常时有啲个煮饭呐，都得拿一下铜匙，没都得来敲敲打打。其实这些竹子的乐器都可以发出声音，对不对？哦，好特别哦。所以在包含像桌上那个4片长长的竹板，这就
有一点点像那个影面哈嘎发有那种打竹板啊、说相声的那一种，好像感觉有一点点的像。我们也经常用这个来加入一些客家小调，然后去伴奏这样。对，这个是叫四块，它是由4块的这个梦中竹的竹板来做的。梦中竹就是平常人做筷耶，做筷子的。对，没错。所以它是比较质地比较坚硬吗？对，比较坚硬，而且它的竹节比较短，因此我们这种乐器需要两边都需要竹这个竹节来碰撞。对，所以用这种梦中竹